你过来，朕有话要和你说。我还是不过去吧，我要和皇上保持距离。那好，你就坐在那里听吧。那我还是过去吧。好了，说吧。张鹏鹏，你这又是唱的哪出啊？我这些天思前想后，前段时间我对您太冷漠了，您不爱搭理我。这几天呢，我又对您太热情，惹您烦，所以我猜您应该喜欢这种忽冷忽热、若即若离的感觉。朕若是喜欢一个人，是喜欢他本来的样子，不需要他做任何改变。不过虽然你的方式有些古怪，但你的心意，朕还是能明白的。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。您说了这么多，我还是不明白。您既要让我常伴您左右，又要让我跟你保持距离，您到底让我怎么做？鹏鹏，这些日子，朕那么严苛的训练你，你一定不明白是为什么吧？朕马上就要亲征北漠了。难怪这些天奏折上总是大谈北漠。此次朕亲征北漠，或许凶多吉少。万一朕回不来，浩儿便理所当然地继承皇位，而你便要辅佐浩儿。你若是不懂朝政，被奸邪之人夺了权，恐怕你母子二人都不会好过。原来你做了这么多，都是为了我跟浩儿。你放心，在我把权杖交给你之前，会替你把权杖上的金刺都除了。朕只想问你，你希望朕活着回来吗？有没有传说？我希望。若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？